台中镇南宫大甲妈祖的绕境，昨暝到新港的奉天宫，早起来举行着祝寿的仪式。今年因为防疫的考量，这个户外大型的祝寿的大典来取消，改用简单隆重的庙内团拜的仪式来敬拜着妈祖，而且做人流的控管、喷酒精、酿下温等等。虽然也是有袂少的信众为各地赶来参加祝寿的大典，也毋过在地店家讲，这人潮减真多。日前信众烧钱要望新上，场面真闹热，大家嘛绕境9港8的行程，昨暝到新港奉天宫登殿安住。当年这个时阵，真侪妈祖的信众拢会为全台各地来参加，因为今年因为防疫，参加信徒拢总爱挂嘴暗。早起室外大型祝寿大典取消，改伫庙内由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带头采团拜仪式，敬拜妈祖仪式简单隆重。台湾换官手术颜清飘一日7关，结束团拜了后随离开。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。今日要提早离开呢？无啦，我爱回去。今年大甲妈绕境，场面同款闹热，只是配合防疫，要入去庙参拜，爱配合量体温、喷酒精，爱搁挂嘴暗，实施人流的管控。真正的大甲妈来安尼有影是差真济啦。今年场面无像演过，不过民众热情参拜，对妈祖虔诚的敬意无减少。